知影台语无爸妈？娃娃 TV 讲台语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唔知影大家平常时敢有听过人讲，你食饱吗？是安尼吗？唔是这个吧？对吧？是吧？是吗？这个话句，唉，其实吼，咱台语内底并无爸，嘛无妈这两个词。这两个词拢是受到华语的影响，才出现伫咱台语内底。我平常时听阮兜惯势讲台语的阿母甲阿嬷在讲话的时阵，拢不时会听到爸甲妈的出现。安尼恁就知影这华语甲咱影响了有偌深吗？其实我感觉安尼无讲介好呢。咱台语内底就有真济会当用来表达疑问的话句，若大家拢唔用，拢用爸甲妈这两个唔是台语的词来代替，安尼咱台语的疑问句就会渐渐消失去啊。所以拜托诶，莫阁用爸甲妈。你若是想要用台语来表达疑问，有真济种方式会当来讲，亲像咱会当用敢来起头。你敢食饱？敢是安尼？你敢要出去佚佗？咱嘛会当用无来结束，亲像你有食饱无？你要出去佚佗无？最近有好无？阁会当用未来结束，亲像你食饱未？功课写了未？你要转来啊未？另外，阁有真济其他的词会当用伫话句的尾啊，亲像吼。你食饱吼？你要出去佚佗吼？物件是你买的吼？呢？你食饱呢？你要出去佚佗呢？物件是你买的呢？许？你食饱许？你要出去佚佗许？心？你食饱心？你阿面心？客积极必心？其他阁有一寡我就无要一个一个讲啊。毋过，大家嘛是会当伫下骹留话分享哦。咱大家做伙来消灭爸妈，甲咱正确的台语讲转来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。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另外就起赞甲分享出去，也别另外观众朋友嘛会直接电话来分享动，安尼看到就是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一起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哦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